我叫咧謝煥齊，咁咧就係一個曾經喺海關服務咗29年嘅高級督察。咁我退咗休之後咧，就嚟咗香港科技專上書院，就做一個教授嗰個毅進課程，即係而家嘅 DAE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。咁咧就係教授嗰個海關實務嘅。過去喺海關入邊咧，我係做過不同嘅崗位，例如喺關口啊、旅客檢查啊，或者喺機場嘅貨物嘅檢查嗰啲都做過。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問我最難忘嘅工作，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咧做檢控工作。檢控對於嚟講，好多人係會覺得好陌生。而乜海關官員要做呢啲咁咧？係當時我哋係會被委派咧，係去負責檢控海關嘅工作。咁咧就我係負責要上去裁判處嗰度啦，就去面對法官。咁咧就係要解釋啲案件啊，點樣去檢控人哋啊，或者甚至乎要同其他嘅大狀啊，要打官司啊，咁樣都係我嘅工作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至於講翻話而家教學嗰方面，咁入咗嚟香港科技專上書院，咁我就好開心咧，係可以面對好多嘅年輕嘅朋友，咁啊同佢哋分享下我嘅經驗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教授佢哋，我覺得最重要嘅唔係海關知識。海關知識其實如果你問我，可以喺網上嗰度大把知識，但係我係希望可以喺從教授之中，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增加佢哋嘅好奇心。所以我喺上課嘅時候，除咗講海關嘅實務嘅工作之外咧，亦都係會分享一啲本地嘅新聞時事，因為咧係第日佢哋要去做小組討論，都係要認識香港嘅情況。另外咧，有時亦都會分享一啲特別嘅有趣嘅新聞，希望佢哋能夠引起佢哋嘅好奇心。咁過去除咗係期望佢哋能夠考到入海關之外，我都好希望佢哋如果有志嘅話，繼續去考其他紀律部隊，都係一樣可以為香港服務嘅。仲有就係話，如果佢哋好想讀書嘅話，一條好嘅出路就係攞咗應用教育文憑，可以跟住就係繼續升學，讀下高級文憑啊，再繼續去讀一個學位課程。呢個我哋都希望佢哋能夠有一條好嘅路線嘅。我希望所有學生都要明白，讀應用教育文憑其實就係佢嘅第二次機會，好好把握，因為呢個機會係一瞬即逝噶啦。如果你能夠喺呢個過程入邊呢一年，能夠令到你自己反思，可以令到自己揾到一條好嘅出路，你嘅前途一定係無可限量嘅。多謝各位。